年轻人过叫咱家庭爱出唱片，结果没想到安尼一出就一路下来。系啊28年，哇，够厉害呢！然后你很想不开哈，出的一种客语专辑。你当初要出，大家会不会说你疯啦？因为一听赚唔多钱，做乜？刚刚都我冇想到有件事，但係經紀人有想到。嗰時候我老鐵講一句話，我講，咁唔好講我好誒，我自己做，哦，嚇，所以大部分時間我自己去留言，我自己去做嗰度事情，唔好講我都好誒。嘿哦，路邊啦，好像你自己岔出去一個，對我自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。哦，係啊呢。對，因為我嘛個發現啊，因為一件事情，我有某個效果或是我有某個空間可以比有經濟的來源，這是很實際的嘛。如果我們做的音樂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回響，那你自然就會有好的一個 income。但是冇人敢保證。我做一件事情的時間，睇疫情的時間。羅文玉我好朋友，伊同我講我做一件事情的時間，我冇想到，我講好啊，來做。剛係冇疫情，因為伊有唱嘅唱睇伊嘅專輯裡邊唱嘅你的名字像一首詩，我講我都一顛覆了我對客語歌的印象啊。對，因為有幾擺合作，就好像有一個曙光，係咪？就感覺可能可以哦，係哦，唔像以前按傳統哦，可以很自在，可以音樂就會音樂，旋律就是很好聽的旋律，但是你不用去管它的語言是什麼。那客語是我的母語啊，然後想說那為什麼不做？我可以用我的從小講到大的語言，然後去做我喜歡唱歌啊，我喜歡音樂啊。那如果兩個結合在一起，為什麼不行？我倒是沒有像羅文玉一樣有那種胸懷大志推廣母語，我沒有想太多，我就是想可以用客語唱歌，那是多麼特別跟多麼好的一件事情。